台南市一名26岁林小姐，因为工作压力大，逐工下早啊，就是靠咖啡来提神。伫咧持续4-5天以后，不但有胃食道逆流，而且发觉只要无啉咖啡，就会头壳痛。经过台南市立病院家医科的诊断，发觉是咖啡成瘾的症状，除了靠药物来治疗，另外嘛建议患者对咖啡爱来减量。一般常见咖啡因成瘾的症状的话，包括有头痛、精神不济、疲劳或者是暴躁易怒等等的现象。通常呢，对于长期使用咖啡，某一天突然停喝的人的话呢，很有可能会发生。这时候的话，如果要处理咖啡因成瘾的戒断症状的话，大概有2种方式。一种方式的话呢，就是每一个礼拜这样子逐步减半。好，这样子相对来说呢，戒断症状的话会变得比较轻，比较能够忍受。另外的话，如果嫌就是还要花好几个礼拜这样子时间太久的话，可以考虑呢直接完全停喝2到9天。那如果中间出现了头痛的症状的话，可以使用不含咖啡因的止痛药止痛，或者是呢选择在休假日的时候呢进行完全戒断。许委员医师强调，其实咖啡对人体嘛不是完全无好处。适量的咖啡除了用来降低第2型的糖尿病、结石、甲痛风等，医师建议所谓的适量，就是一天袂用超过400毫克的咖啡因。以市面上一杯中杯360cc， 咖啡因大约有150到200毫克，因此一天上好唔通超过2杯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